当时基金会举办2024年结婚得赢的比赛，奖金上侪有30万哦。今年个新增加特定族群的奖金，邀请警务佮矫正机关等人员做伙来结婚。当时2年办一摆结婚得赢比赛6月开始，今年选伫警察专区学校举行。因为今年增加特定族群奖金6万，邀请警务矫正机关人员甲法务部收容人加入结婚。我从高1就开始抽烟，我曾经一天将近大概1包烟，然后就是长久下来，发现其实这样对我的金钱还有对我的身体都是一种负担。因为警察工作压力大、工时长，可能会用结婚来疏解压力。办12届党事基金会今年第一摆甲警政署合作，要予7.7万个警察人员甲学生斗阵加入。当年观察落来，活动确实能有效帮助结婚。至少75%的参赛者能够很坚持到底的完成这1个月的戒烟的一个努力。那1年之后呢，仍然有35%的我们参与的电影君子们都没有再吸烟了。已经结婚将近20年的国民健康署署长吴兆坤讲，新冠肺炎当初大家拢真惊吓，不过慢性疾病对个人的威胁其实比传染性疾病较大，尤其结婚甲10大死因当中的7大死因拢有关系。10大的死因包括我们的癌症，包括我们的心血管疾病、脑中风、糖尿病、肾脏病等等所谓的肺部的疾病相关的，都跟我们抽烟有关。叶真二路也甲大学学生讲，就算是当年结婚的人，若起心动念，都应有机会成功结婚。这摆全国结婚得赢比赛，有机会会抽到上悬30万的奖金。结婚甲无结婚2人一组，希望有亲戚朋友勇敢行出结婚的第一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